好啦，今日就係2026年嘅5月3號星期日，咁啊沙田 B 跑道今日有11場賽事嘅嚇。咁今日咧就係呢、丙午年壬辰月丁丑日，即係牛日嚇。牛日今日係衝陽嘅，咁相生嘅生肖咧就係呢個雞啦、蛇啦、鼠啦咁樣嚇。咁昨日匯報一下昨日嗰個日頭3場澳洲馬，同埋晚上嗰個英國馬咧，咁啊終於有即係都係有啲斬獲啦嚇，因為始終而家真係外國馬係趣味性好過香港馬嘅，因為香港馬而家越嚟越傾向於好似類似日本啊、類似新加坡啊咁樣咧，就係、都唔可以咁講係暴冷暴熱啦，我覺得係有少少，有時係好似暴冷暴熱嘅，有時冷起上嚟嗰啲4連環成4萬蚊都有嘅，咁但係當然係難捉啦嚇。整體都係外國馬好玩啲而家嚇。另外就係昨日個尾場嗰度就比較可惜啲嚇，用14-15做膽就冇拖到嗰隻望雅，嗰隻望雅連場都冇入圍，咁尾場應該拖㗎。度咗好耐，卒之唔知點解飛咗。其實拖多隻都係9隻腳嘅啫，應該拖埋佢隻換我同都嘥咗嗰條4連環啦。但係我昨晚都中咗一條大冷嘅4連環，12000幾嗰條都中嘅嚇，係啦。另外上一期個香港馬咧就係嗰個800幾蚊嗰隻獨贏過咗關，3400咁矮矮地，中間嗰隻星威心得咧，我都話咗要追佢3次，咁睇佢跑法都有去到搏嘅，只不過就夾咗落去，咁就上唔到，冇位上。星威心得，下次都要跟嘅嚇。咁另外第三嗰隻東來欣賞咧，如果係爭一步過埋嗰隻咁嘅踏雪尋梅嘅話咧，咁就過到關啦。即係有800幾蚊獨贏過落去嗰隻東來欣賞，東來欣賞係跑第2啦，咁收個位置得個20幾蚊，咁都有1700幾嘅，3400嚟講。我買6個幾一注都有1700幾，咁都算係幾好。只可惜啲啦，冇過獨贏過。如果過埋獨贏就唔錯，過100蚊。係啦。咁昨晚嗰個12000幾個4連環都好彩都中咗，咁最近其實幫補下啦嚇，因為香港馬真係都呢輪可以話普普通通啦，係呢次比較威水翻一次啦咁樣。咁今日啲馬咧就係、今日衝陽㗎，再提多次係衝陽嘅。咁我今日介紹3場馬啦，又係好似上次咁樣介紹3隻重心可以攞嚟研究嘅馬，就其實好簡單易記嘅啫。我有2隻二槍啊，2隻二槍，中間第7場夾住一隻叫勤得天下嚇。第一隻介紹就係第3場4號二槍騎兵。另外個拖腳方面咧，就係會拖參考呢幾隻啦，就係拖呢個2號、3號、4號、5號、6號、7號、12、13、2、4、6、8隻腳啊！8隻腳如果2蚊都1億幾嘅喎，可以買3蚊注啊嚇，唔使買咁多嘅嚇，博佢喺3幾千蚊4連環咁啊 OK 嘅啦，最緊要中啊嘛嚇，大包圍。咁啊好啦，另外第2隻就係第7場啊，就係嗰隻叫勤得天下，哇隔夜咧都有成27倍，點解冇飛嘅完全？勤得係嗰啲有時都好分嘅出親都嚇。勤得天下嚇就梁家俊騎嘅鄭氏馬房嘅。咁4連環嚟講咧，就係拖1號、2號、6號、8號、9號、12、13 7隻腳嘅啫嚇，呢度可以買5蚊。另外咧就係呢個第10場又係二槍啊，二槍光輝、巴道同埋黎超星嘅。咁腳嚟講咧就係拖2號、4號、5號、8號、9號、13、14。咁最主要係2隻二槍係跟開嘅馬嚟㗎啦嚇，2隻二跟馬有時成日都要提一提咧，跟馬要跟3次嘅。如果你係覺得佢呢次唔得，唔等於下次都唔得嘅，要跟到有時就係、如果你唔跟買完一次咧，你度好咗唔跟咧，佢下次跑咗出嚟咧就好可惜嘅，因為之前都有幾隻就係咁樣。最氹氣啲講多次就係嗰隻星火燎原啦，星火燎原一路跟住睺住146倍，跑過第4連環9000幾，可真係係啊，始終都係要買冷門嘅。咁今日個大勢嚟講咧，坦白講句啊，我除咗圈咗幾隻馬之外，熱門嗰啲我唔講啦，咩收息天下嗰啲我就唔講噶啦。圈咗呢幾隻馬。
咁咧就大話魚場到而家為止咧都未有咩心水，剩翻10分鐘嚇，而家12點幾。咁第一場我就唔俾貼士啦，因為趕唔切㗎啦。咁大家可以留意下我呢站晚啦，同埋大家記得幫我撳 like 嚇，幫我撳 like。好啦，今日就咁多。